恭喜哦，康公你要做阿公了。嘿呀，你看了张相片有奖吗？哇，实在有奖诶！两公婆安定对，长长久久太富贵。请问今晡日有乜嘅爱爱听书嘅么？我想爱借钱，去动幸福本后生啊！今晡日我来办理贷款。该就是第一件事情，实在有人。人讲高山看日头，矮山看滿流，去見屋係頂好嘅事情。請問係老銀行家，亦係私人借錢？我老銀行借。銀行老你嘅第一件事情申請書做好嗎？做好咧，我有準備。我需要老你核對第一件事情申請書，麻煩你身份證老人呢本愛。了係我準備嘅證件。好，請等一下。你眼皮就做阿公咧，熱天當條。天下後生人都有自家嘅想法。如果你人講強自信，冇強自信，就係咁樣。是愛記得歡喜，我就歡喜咧。係啊，你嘅聲音呢當優秀。阿爸，我兩篇讓你數錢完成咧。等是唔係抗疫後，會通知你來了他行權利證明書，哎喲，少少就完成咧。好啊，很希望你哦。